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天气也是真冷吼，我看大家拢穿甲足够的。外口真冷，咱内底真温暖吼。咱今仔礼拜进前有一条信息，咱要三甲伫遮先串联吼。头一首信息是信息209首，信息209首。我捌吞论听候上帝，我捌吞论听候上帝。这首信息吼是对诗篇吼，你怎去读诗篇40篇，第1节到第3节，以及第8节到第10节，伊对即内底去提出来伊迄个一首信息的歌词吼。咱知诗篇是一篇，诗篇拢有150篇吼，有一半是迄个大卫王所写的吼。咱知大卫是一个，咱是讲以色列内底其中一个传来一个支派吼。大卫王伊在世的时阵，伊有影是有拄着真多的吼，真多的上帝予伊的安排吼。伊也有真特别的所在，哦，是上帝所看重的一个囝儿吼。所以伊带领以色列人，伊伫迄个所在，伊也做王，也有真英勇的时阵，也有真悲伤的时阵吼。所以诗篇内底吼，是伊所写的有一半是伊所写的，内底有讲着一寡咱伫经过中间有真悲的时阵，嘛有真哀伤的时阵，是安怎伊来面对遮个代志来甲上帝做伙吼。所以诗篇是一篇咱时常伫咱基督徒，咱伫读圣经，也是讲咱拄着啥物代志，咱拢会使伫咧内底去看。咱知诗篇内底上有名就是诗篇23篇，咱逐个时常唱的迄个至好朋友，迄个耶和华是我牧者吼，耶和华是我牧者吼。咱时常爱念的一首信息吼。今仔日要念的信息，即首是209首，我捌吞论听候上帝。即首信息嘛是真简单，短短一篇吼。咱做伙来读一届，来。我捌吞论听候上帝，捌望我的主，伊耳耳孔听我祈祷，所求伊有赏赐，对深寒天，对道路中，伊有牵我出来，互我的脚定徛石盘顶，互我行路自在。第3节，互我的喙唱新的歌，吟诗乌鲁感谢。多人要看见，行为来我靠主的名。第4节，我上帝，你圣旨意，我掠伊做快乐。你的律法伫我心内，愿我做你奴仆。你的公义白目稳坎，我捌四界保牛。你的信是拯救的稳，讲起伫大会中吼。以上这是要唱的5节吼。咱这首诗我想大家拢熟，咱对第1节来唱起来。我捌吞论听候上帝，我的主，伊耳孔听我祈祷，所求的有赏赐。第2节，对深寒天。对道袂
一首真好听的一首圣诗吼，我捌评论听候上帝。第二首，咱要吟的圣诗是558首，恳求救主对我光明吼。这首圣诗是要回应，较顶仔牧师甲咱讲道的题目是，我伫遮，请查劝我的回应诗吼，回应诗吼，求救主对我光明，要光明啥？就是。请主来查劝我。咱即首圣诗较罕咧唱吼，咱来迄个歌词，咱读一下来。恳求救主对我光明，才会传你换命命令，互我找你失迷行离。若主带我到你身边，第二节，恳求救主引带帮助，我才会牵摇带的人。求主赐我通仰视，心了喙焦，你正行离，使我快乐勇行自在，徛伫石盘坚固无碍，互我伸出疼痛的手，救人脱离苦难忧愁。恳求救主大心教示。我才会甲宝贝真理，互你的话证明真理实，到伫正人稳目的心，将你富有来赏赐我，互我的心得着充满，热烈心情，热切言语，保养仁爱，护路我主。第六节，求主引我，虽然鄙夷。逐时逐位趁你旨意，到你阳光，互我看见，有份伫你平安欢喜。阿门。这首圣诗，其实你阵若歌词来看，你就知，这是对上帝讲，我准备要来，互你来找见，你爱准备啥？所以伫这个歌词内底，咱会使看到，就是要回应。今仔日的牧师的主题吼，要讲的道理，来，咱来唱一解，
阿门。好，咱今仔电视到这，请咱准备先做来做礼拜。今仔日是月献主日，请准备。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大管灵的囝，恁着将荣光、快乐归予上主，归予上主，着将上主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予伊，
用圣洁的砖塔敬拜上主。3到6任圣诗阿罗上帝，圣诗209首，圣诗209首。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用诗篇138篇来应答上帝的话。我要专心感谢你，我要向你的圣殿跪拜，因为你的信实甲诚实侮辱你的名。我求救的日，你就应我。上主啊，世上的君王拢要感谢你。伊要唱歌侮辱上主的行罪。上主虽然真悬，还阁看顾卑微的人。我虽然行伫患难中，你要互我活。关系我的事，上主要成伊。伊无得放下你的手所做的。同心来祈祷。阮伫天的阿爸爸，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你是自有万有的上帝，对古早到现在，你是上帝。你的信实投到遮的天，你的慈爱直到万世。你是永远无变换的上帝，
你的恩典无限，赏赐满满。我要向你献上感谢甲懊恼。阮感谢你，你照你的荣光的布有，伫基督耶稣补足阮一切的欠缺。你是阮的避难所，是阮伫患难中随时的帮衬。阮感谢你，赏赐四季变换，有冬天、春天、夏天、秋天，搁设立日头，降落雨水，互万物生长，养饲世间人。你是时刻甲阮伫地的主。阮感谢你，看顾阮，无弃嫌阮伫时间变迁的内底变诚软弱。感谢你，无因为阮的跋倒就气杀阮，反倒用温柔扶持，透过逐样的勉励安慰阮，互阮搁坚强起来。主啊，阮是罪人，无完全，无够忠心，有时也误用你的恩典，甚至违背你的诫命。阮伫你的面前承认。因为阮拢有犯罪，亏欠你的荣光，阮愿意倒转，重新仰望你的慈悲，求主息落怜悯，互阮有谦卑，阁有勇壮的心，通踮伫你的真理，将家己交互主使用。主啊，求你用你的疼继续带领阮，使阮活泼的性命，带阮行义的路。你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要伫基督耶稣内底保守阮逐人的心怀意念，阮恳求你的智慧甲引带，互阮伫生活中每一个时刻，拢伫你的旨意中来行。阮感谢你的带领，引带阮伫礼拜中含你相拄，分缀你的家步，结连伫你。阮深深拜了以上的祈祷，阮切实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言讲。我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以赛亚书6章1节到8节。旧约以赛亚书6章1节到8节。当乌西亚王死迄年，我看见主坐伫悬悬的宝座，伊的衣裳水落满地，伫伊的顶面有西拉兵军随伫徛，阁有6个翼，用2个翼遮面，2个翼遮骹，2个翼伫背。即个唱，迄个号讲，圣哉，圣哉，圣哉！万军的摇花，伊的阳光充满全地。门厅因为唱合的声来震动，殿就烟熏满满。迄时我讲，我有在下啊，我灭无啦，因为我的喙唇无清气的人，搁踮伫喙唇无清气的百姓中，因为我的目睭有看见王万军的摇花。有一个西拉兵飞来我，伊的手摕小小的炭，是用火琴对单顶摕起来的。将炭下伫我的喙讲，看啊，即个下伫你的喙唇，你的罪过就除去，你的罪恶就赦免。我阁听伫主的声讲，我通找是罪啊，是罪要为我去，我就讲，我伫遮通找我。请陈牧师讲道，题目是我伫遮通找我。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听听，我会伫讲道时提醒咱兄弟姊妹关系敬拜重要，因为敬拜是咱甲其他宗教非常无共款的所在。咱叫做服侍的，因嘛有志工的服务；咱奉献，因也会添油香；咱的祈祷，因也会祈求。只有敬拜是非常的无共。咱的敬拜毋是来上帝面前讨东讨西。咱单纯就是来敬拜伊、学乐伊，并且透过领受上帝的话来入捌伊，来甲伊建立关系。但是敬拜的建立无一定的模式通顺，所以敬拜时，咱也有无共款的领受。有的人可能会亲像基甸、士师，伫敬拜中间，伊得到骄义的定亲甲换信。有的人可能也亲像迄个伫井边的妇人人，撒玛利亚妇人人，伊伫甲耶稣的对话内面，伊换新伊迄个旧的无正确的信仰观念。伊时阵才知讲，原来敬拜毋是伫山顶，也毋是伫耶路撒冷，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来敬拜伊。迄个妇人人伫迄时才定心认捌，原来迄个弥赛亚就是徛伫伊面前的耶稣。有的人嘛可能会亲像摩西，伫敬拜内面定心认捌家己的污秽。当摩西徛伫旷野，上帝互伊看见刺皮互火烧，但是无烧去的异象。伊非常好奇，这是伊牧羊的所在，非常熟悉的所在，哪会有即种代志发生？伊想要进前去看，但是上帝甲伊讲：你无得近我来，就脱你卡里的鞋，因为你徛的所在是圣地。摩西迄时甲醒悟，伫即个什物拢无的旷野，较因为有上帝的临在，已经诚做圣，是伊即个罪人无法度瓦群的性格。但是也有人可能会伫敬拜内面看见家己的罪，就亲像今仔日咱的主角以赛亚先知，当伊面对上帝的临在，伊是惊到要死。为什么伊会惊？因为所有的犹太人拢知，人若看见圣洁的上帝，是袂砍得的，是会死的。但是惊毋是以赛亚唯一的领受，因为伫接续落来经文，以赛亚不但得到赦免，并且嘛，互伊产生勇气来领受上帝伫迄个乱世中间，互伊的呼召。所以，请咱毋通看轻咱每一工的灵修，也是每一个礼拜的定时内面的敬拜。虽然有当时咱爱徛起来，爱坐落去，有时是读圣经，有时是吟诗，看起来拢是共款的定时。但是，当咱用真实、用敬畏的心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就会用无共款的方法，互咱来甲伊相拄。但是，伫面对一个真艰难的局势，
也是今仔日咱坐伫遮敬拜，总是咱的心拄着真恶担当的代志的时，咱是要安怎专心敬拜咧？亲像现主时，咱看见咱的即个世界的局势，也是咱国家的局势，咱看见气候的变迁，咱看见大自然互破坏，也是咱的亲人离开咱厝内有患病的人在受苦，咱的工作、咱的学业无顺利，咱的前途无明，毋知要安怎发展。咱的家庭生活，咱的亲人朋友中间的关系出现一个不顺，等等这问题，咱每一日就好亲像伫生活伫这问题的搅扰的中间，咱烦恼拢袂赴啊，是要安怎敬拜咧？但是咱看今仔日这段经文，以赛亚先知互呼召的大环境嘛是安尼。迄个时间点是伫当乌西亚王死的迄年。乌西亚王伊伫犹太国做王50年久的时间，但是伊的人生会当分做2个阶段来看。一开始的时，伊是非常的谦卑，对上帝非常的敬虔，所以上帝大大祝福伊，互伊的国家内部非常的昌盛，并且对外伊的军事的力量嘛非常的强大。但是，伊伫迄时较无废掉百姓伫偶像献祭的这段，所以制造大落一个经济，就是将来败坏的经济。毋过了后，第2阶段的乌西亚，伊感觉伊真顺势啊，所以开始骄傲起来，伊规个人走精去，伊骄傲到伊想要入去圣殿来代替祭司献祭，所以这个祭司主动伊讲硬要献，结果伊伫圣殿内面就互上帝处罚，伊的头额随时生出胎膏，结局就是安怎？伊一生拢袂当瓦群人群，直到伊过身为止。所以今仔日以赛亚先知互呼召的是乌西亚王死的迄年，面对一个国王将即个国家带到非常的强盛的一个君王，即时较死啊！咱知影百姓安怎啊？失去望啊，绝望啊！哎呀，乌西亚王，互咱过遐尔好的生活，也无其他国家敢欺负咱。但是咱看见即时伊死啊，咱边仔迄个亚述王嘛开始伫遐喵喵动，咱是要安怎才好咧？所以伫一个局势摇掣无明的时期，透过以赛亚先知伫敬拜，伫圣殿中间的敬拜，上帝互伊看见主坐伫悬悬的宝座。而且是一句安尼敢若描写过去，主坐伫悬悬的宝座，但是是非常强烈的对比。一边是真厉害的乌西亚王，但是伊是人，伊会犯罪，伊会死。另外一边是至悬的上帝，无论世界安怎变动，但是上帝永远坐伫宝座，永远伫掌权。所以伫敬拜内面上大声的也上重要，就是咱爱提醒咱家己，将咱的心目来转向上帝，自信上帝，毋是互外在的影响、外在的捆绑、外在的环境伫遐影响咱敬拜的心。会记得咱的教会伫10几年前有做伙读过谢中间牧师伊所写过一本册，叫做《敬拜人生》。这本册内面教示咱安怎伫生活内面真做是一个敬拜人。但是咱若转去去看伊的前言，就会当知影，这个牧师伊原本是非常讨厌敬拜，因为伊伫细汉的时，伊的爸爸伫平湖的马经伫遐做传道者，所以传道者的家庭每一天早起暗时拢爱做家庭礼拜，共款的定事。所以，即个细汉囡仔感觉非常无聊，伊拢无聊到得要困去。后来，因为伊的家庭伤过散车，所以宣教师安排伊来到台湾的孤儿院伫遐来生活。但是，这是一个基督教设立的孤儿院，所以孤儿院的每天暗时嘛是爱做40分钟的礼拜。所以，伊定定伫遐住居，所以互法规伫椅仔遐伫遐做礼拜。但是夏牧师讲，为什么伊原本是一个感觉
敬拜是非常无聊、真讨厌的代志，但是为什么伊了后会当来伫敬拜内面体会到主的同在咧？就是伊透过学习，要安怎学习咧？但是咱爱知影为什么咱爱敬拜？兄弟姊妹，为什么咱爱敬拜？你敢有想过安尼的问题？哦，今仔日遐尔啊寒，为什么我搁爱起床，然后穿衫，然后来到教会，遐尔啊寒，为什么我爱来敬拜？为什么？因为咱不断地领受主的恩典啊！亲像伫出埃及记第19章第40到第60，有一段真水的经文，伊伫遐讲：我对埃及人所行的事，恁拢看见。佮看见我怎样亲像鹰鸟的食白恁，带恁来归伫我。当恁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伫列国中，恁要做我家己的宝贝，因为全地拢是我的。恁要归伫我，做祭司的国，做圣洁的百姓。这是上帝讲的话。面对着埃及人的苦毒对待，上帝就亲像一只麻雀，伊冲过去，将这伫要跋落来的以色列人绑拍起来，互因免跋落死。兄弟姊妹，咱的生命嘛经历过同款的代志，咱感觉到艰苦得要死的时，但是就是有一个气力，不论是上帝的气力，还是上帝兴起别人的气力，咱就得到帮助，咱就得到鼓舞。这物件有当时是微细到咱认为是理所当然，但是当咱细腻去算小上帝恩典，咱就会发觉，若毋是上帝，我绝对做袂过，我绝对袂当过即个难关。这恩典敢毋值得咱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伊、学乐伊，因为伊是永远掌权的主吗？另外，咱嘛爱伫行为顶面来训练咱安怎敬拜。亲像咱的教会伫每礼拜六暗时，岁分节甲路德因伫咱教会门口口有摆一个心灵角落咖啡，邀请这过路人会当入来坐，入来啉一个咖啡以外，咱伫地下室嘛有异乡长老伫带拉筋、扭筋。有参加的兄弟姊妹拢分享讲，哦，做第一届、第二届的时，会规身躯真酸痛，但是做几届了后，这个痛就会消失。为什么？因为咱的筋放松啊，咱的身躯习惯遐个动作啊。同款，咱若理解，咱若知影咱敬拜每一个定数的意义，咱好好啊操练，相信敬拜就袂阁互你感觉无聊，袂互你阁拄久啊。那这几天有看我脸书的兄弟姊妹会当知影，伫顶礼拜日发生一件，互我感觉，哦，一间教会有敬虔的后一代是偌有愿望的代志。顶礼拜日早祷会时，林和义就是小约后生小分长老的孙仔，伊来问我讲，牧师今仔日有填充卷无？因为每一届咱的教会若联合礼拜，我为着要互青少年也是遮儿童会当听有讲道，因为咱拢大部分是讲台语的讲道，为着要互因听有讲道，我拢会准备填充卷，互因看导影片，哪听哪写。但是顶礼拜是基电会主日，毋是我讲道，所以就无填充卷。我本来要想要甲好应讲，哎，无要紧，你去地下室算就好啊。但是想想的毋对。我就甲伊讲，你去找一张纸，将你听有的物件甲记落来。礼拜了后，伊交互我即张伊的笔记，我有放伫投影片互咱看。好好听无台语的讲道，但是伊非常努力，将讲完的导影片拢总抄落来。虽然过伊嘛有附注，伊有附注甲我讲有可能伊写的比袂过讲的，因为讲的太紧啊，伊写袂赴，并且伊讲伊听无伊伫写，伊伫讲啥，所以伊敢若会当抄即个投影片顶悬的物件，所以佫伫遐
写一个画一个春联安尼，祝我新年快乐安尼，真古锥。过去一年外参加联合礼拜的一寡训练，互咱的囡仔知影讲，当咱做伙敬拜时，虽然今仔日无填充卷，但是伊会当主动摕纸来抄来写，因为安尼行为就是伫自细汉伫塑造伊的灵性，互囡仔会当专心。认为讲，咱的敬拜是一个有意义的敬拜。所以咱看见以赛亚先知，伊伫转移伊的焦点了后，原本大家拢感觉讲啊，咱的王死去啊，咱的结果，咱的未来伫倒位？但是当伊转移心境，伊看见上帝的时，伊的心开始改变。但是这段经文甲咱讲。以赛亚伊无法度看见上帝的面，伊敢若看见上帝的衫，上帝衣服吹落满殿。为什么以赛亚敢若看见上帝的衫？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人是罪恶的，暗甲光无法度同时存在。人若看见上帝，一定会死。所以咱对摩西的故事嘛知影。摩西求上帝，互伊会当看见伊的荣光，但是上帝为着保护摩西，敢若互摩西看见伊的脚趾片。另外，除了看见上帝衣服堆满圣殿了后以外，以赛亚嘛看见几啊个西拉兵。西拉兵就是伫天顶服侍上帝的使者。这个西拉兵每一个有6个翅。用2个翅压面，2个翅压骹，2个翅在背。压面是表面看见阳光的上帝，压骹是表面因会不配。这西拉兵伫遐唱，伫遐号讲：圣哉，圣哉，圣哉！万军的上主，伊的阳光充满全地。3摆的圣哉，是代表对上帝上悬的尊敬。然后，即个唱和的声音、阳光的即个景象，和即个圣殿，规个圣殿伫遐大震动，充满云，充满烟。西拉宾的敬拜，嘛真做后来的犹太教徒每一天早起的时爱吟唱的诗歌，嘛是咱基督徒上熟的一首圣诗：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的起源。所以，咱唱圣哉，无唱2摆尔，嘛无唱4摆，咱拢唱3摆。为什么3摆？这是对上帝上大的尊敬。所以对这段会当看见，伫圣殿内面，伫即个天顶服侍上帝的西拉宾，因伫阳光的上帝面前，嘛爱需要压面、压骹，这互拄啊看见异象，可能行到喙无法度合的以赛亚一个提醒。什么款的提醒呢？以赛亚知影，伊互点醒啊，所以伊甲惊甲讲：我有知的啊，我灭无啊，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佮点伫嘴唇无清气的百姓中，因为我目睭有看见主万军的上主。为什么看见安尼场合会互以赛亚惊到伊伫遐惊吓讲：哦，我要死啊！咱读遐尼济先知互呼召的故事。拢无看过有倒一个先知会亲像以赛亚共款，互上帝用遐尼大的场面来呼召伊。所以咱搁一摆来看见，上帝呼召人是用无共款的方式。但是以赛亚会用受到遐尼大的一个场面震撼伊来呼召伊，可能甲伊的出世有关系。以赛亚出世是一个贵族的家庭。原本伊是伫王宫内面来食头路，可能就是国王的经学师，专门来替国王来解经、讲经的一个人。所以伊对上帝律法非常的熟，但是只是伊受呼召啊。先知是代表百姓，是代表上帝百姓来讲话。所以当你伫代表上帝百姓伫讲话时，一个先知应该是爱认同、安慰、鼓舞、扶持百姓的人，
因为伊面对的毋是遮贵族阶级的人，伊面对的是遮真软弱、真丧凶、艰苦失志的人，伊是遮个人的先知。所以为着要互伊明白，为着要互伊体会着百姓的需要，上帝将以赛亚带离开王宫，互伊知影讲，你爱放落你的身份。所以伫以赛亚书61章第1节到第2节，以赛亚家己安尼讲：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上主用油抹我，互我传福音，互丧凶的人，找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受掠的得到讨放，受赶的出监牢，报告上主欢喜的年，甲我的上帝报仇的日，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以赛亚讲，若毋是上帝神降临伫伊，伊原本是贵族出世，伊拢伫王宫伫遐食头路，伊哪有可能凭家己的气力去体会百姓的心，去怜悯遮百姓的需要咧？另外，先知的工课是爱指出人的罪，爱互人来认罪悔改，所以做先知一定爱对罪非常非常的敏感。但是上帝较互以赛亚伫指出别人的罪的代心，先想着讲哦，有三支镜头啊是指家己。上帝爱伊知影，伫上帝面前，所有的人拢是罪人。别人有罪，你毋通欢喜，因为你家己不过是久笑比无尾。上帝爱以赛亚知影，你甲所有的人共款，你是罪人。所以毋通严格对待别人，对家己较非常的放松。所以伫看见安尼异象内面，以赛亚伊看见家己的罪，所以伊才惊甲讲啊，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搁踮伫嘴唇无清气的百姓的中间。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伊认为，当人发觉到家己的欠缺甲有限，才会去想到上帝的丰富甲无限。所以认捌上帝甲认捌家己是无法度分开的。一个人只有伫上帝面前，才会当真正认捌家己。亲像还未认捌耶稣的保罗，伊非常骄傲，因为伊非常有学问，伊认为耶稣就是一个危害犹太人的煽动分子。所以伊伫遐世界伫遐掠基督徒。但是当伊甲耶稣相拄，伊的性命互改变。保罗就看见家己，伊讲安怎？若是我得到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伫我第一派的人显明伊一切吞论，来做后来信靠伊得到永活的人的模样。伊竟然讲伊家己是第一派的人，但是上帝怜悯临到伊，即个第一派的人，就是上帝要拯救伊，要透过伊，互其他人看见。哦，连遐尔啊歹的人，上帝拢会拯救，安尼我嘛会当得到上帝的拯救。所以伫以赛亚认罪了后，上帝的下面就主动临到，有一个西拉兵飞来我伊的手摕热热的炭，是用火箭对弹顶摕来的，将炭下伫我的喙讲看啦，即个下伫你的喙唇，你的罪过就除去，你的罪恶就赦免。用炭表示咱的罪重甲爱用真严的火，才会当来消除。透过以赛亚先知，伊经历即个赦免的过程，互咱看见一个真实的敬拜，会互咱体会到对上帝来完全的赦免。兄弟姊妹，当以赛亚看见上帝的荣光，同时间伊嘛看见家己的卑贱。当伊面对上帝的性格，嘛，互伊看见家己的污秽，甲上帝面对面，互伊将过去的荣光、地位、夸口的代志，拢总放落来。所以，当上帝问伊讲：“我通找一罪要为阮去？”伊对上帝遐得到动力，互伊会当勇敢回应讲：“我伫遮通找我。”伫上帝邀请内面讲。一罪，我通找一罪啊！一罪要为阮去，会当看见三位一体，就是圣父、圣子、圣神的概念。上帝安尼问，
毋是伊毋知影讲即个人到底伫倒位，是上帝互人有一个回应的机会，因为上帝无欠工人。若今仔日以赛亚无回应，上帝嘛一定会兴起其他的人来做。但是上帝邀请以赛亚来甲伊同工，要互以赛亚伫过程的中间看见上帝的奇妙甲上帝的权能。兄弟姊妹，你敢阁会记你当初你得救，你互上帝呼召，你受到福音吸引，迄种军地主到底的迄个决心吗？你敢阁会记你？你敢阁会记你讲，伫你生命内面有真侪时刻，上帝带领你、安慰你、扶持你的遐个感动，你敢会记你？有时咱做基督徒做惯势啊，就变成老油条，因为所有一切拢是因为我的努力、我的聪明、我的才调换来的。也有时伫教会服侍久啊，就失去原本迄个热情，哪做哪嫌。所以今年咱教会主题是回到起初的爱，就是希望咱所有兄弟姊妹会当回想你甲主耶稣相拄的迄个时刻。这毋是第一代信徒才有的经验，无论咱是第几代信徒，伫咱的生命内面，应该拢有一个甲主相拄的时刻。亲像我是伫20岁时，我是伫教会哪服侍，哪伫福音机构伫遐来食头路，我伫迄时哪清楚上帝的呼召。所以，当咱回想过去，咱甲主相拄迄个真甜蜜的时刻，就会帮助咱将迄个失落的信心甲找转来，会当想出咱教业的勇气去面对头前的挑战。亲像以赛亚，伊离开皇宫，开始去传悔改的信息，差不多是20几岁年纪。即个青年呢，人安怎看伊？哎呀，你伫遐讲人无爱听的话，你伫遐责备经济，伫遐责备社会无公义，你伫遐责备百姓会假会敬虔，人是安怎看伊？小屁孩。但是以赛亚伊是服侍到老，伊经历3个王的时期的服侍，最后以赛亚先知是互以西家王的囝玛拿西绑伫2块棒的中间，然后用戟仔来固死的。安尼生活甲结局，敢是原本伫王宫内面的以赛亚想会到的？原本的伊可能感觉讲，哦，真好的前途啊，伫王宫做王的经学士呢。但是当伊领受上帝的呼召，上帝备办教业的困难，这嘛启示咱的才调拢有限。但是只要咱愿意将这个交伫上帝的手里，互伊来使用，这个才调会哪来哪多，哪来哪教业咱用。所以，毋是咱有能力甲去服侍，是咱伫服侍过程内面会得到哪来哪多能力。伫这几年，有一个 MBTI 的人格测试风靡全台。所以真侪人开讲的时就会问讲：你是 I 人还是 E 人？所谓的 I 人，就是讲较避暑的人，较爱甲家己做伙，因为伊感觉迄个时刻伊较自在，伊较爱思考，较会晓去听别人讲话，较袂晓表达家己的感情，较袂晓迄个社交。但是 E 人就是颠倒病，咱看即张图 ，I 人伫遐足避暑的，但 E 人就开始伫遐翕相。所以真侪场合就会开始问讲：你是 I 人还是 E 人？也是咱会将人讲，迄个人一定是 I 人，迄个人一定是 E 人。我拢将即种结果来看做趣味来看，但是有当时就会听到有人会安尼讲，非常认真讲哦，我是 I 人，所以毋通叫我去甲别人讲话，我做袂来。我是 E 人，叫我安静伫遐听人讲话，我无法度。咱互即种结局来束缚、来限制着咱的人生，安尼真正非常的可笑。因为就亲像算命共款，
基督徒的命是搁安怎厉害的算命先嘛算袂出来。同款 MBTI 即个结果嘛无法度分类决定咱基督徒的个性，因为当咱愿意将咱家己交互上帝，互上帝使用，上帝就会恢复原本伊创造你迄种上美好的迄个模样。上帝嘛会加添你原本你无，但是你愿意互伊使用的迄个能力。咱看摩西，摩西伊自称是拙口笨舌，伊是一个袂晓伫众人面前讲话，会当讲话有气力的领导者。所以伊甲上帝讲：“你毋通好调我啦。”但是安怎？伊将家己交互上帝，上帝用伊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咱看使徒保罗，伊是前途光明、有知识、有才情，但是为着耶稣，伊连互关伫监狱、互拍、互讨厌，伊嘛甘之如饴。今仔日的以赛亚，原本伫王宫做先知，只要讲王爱听的话就好啊，前途稳当当。但是伊领受呼召，去到百姓的中间，呼吁认罪悔改信息。所以安尼呼召，要接受上帝呼召，真正是无容易的代志。因为我伫遮通找我，即个找是去上帝爱咱去的所在，是去做上帝爱咱做的代志，毋是我要去的所在，毋是我想要做的代志。有的人真紧领受呼召，讲好主，我去，但是我要去倒，我要做啥，拢限制拢讲好啊。好亲像敢若是试写互上帝，然后甲上帝讲条件。但是真正的呼召是无讲条件，上帝找就去，上帝找就去做。兄弟姊妹，今仔日即段经文也好亲像伫你提出呼召，我通找一水啊，一水要为着阮去。咱敢愿意离开真舒适的所在，伫信仰顶面，搁踏出迄一步？咱敢看见四周围的人灵魂的呼求，将福音带到需要的人的中间？咱敢要徛伫属灵的前线，伫遐祈祷，伫遐做工，互魔鬼拢降服伫主耶稣的权柄的下面？上帝无欠工人，但是伊望咱勇敢回应。咱甲伊的关系就会哪来哪真实，哪来哪亲密。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恳求你，当你的呼召临到阮的时，互阮勇敢回应。我伫遮，通找我。主，阮知互差遣，毋是去做传道者，才是互差遣。互差遣嘛，毋是去到远远的所在做宣教师，才是互差遣。主，你差遣阮去到阮生活每一个角落，阮的学校、阮的家庭、阮的社区、阮的公司、阮四周围的人，你拢差遣阮去到因的中间。主，恳求你赏赐互阮一个勇气，互阮知影，阮着遮个人来做甚物，来拯救因的灵魂，来归向主耶稣。主，恳求你催逼阮的心，互阮看见人的需要，互阮愿意伫即个时代，伫即个乱世时代，也亲像以赛亚先知，亲像侪人，当因互上帝呼召时，因无看即个环境，因勇敢回应主啊，差遣我。主，恳求你差遣我，互阮会当去到逐位来为主你来传福音，来为主你来关心真侪需要关心的人。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恁若接受我所传予恁福音的道理，也毋是空空信，就对即个得救。哥林多前书15章20。恁若接受我所传予恁福音的道理，也毋是空空信，就对即个得救。哥林多前书15章20。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58首，圣诗558首，请起立。
请坐。奉献，请扎心长老、谢秀雅长老、曾启阳长老、赖宜佳执事、庄博雅执事、陈秀娥执事来负责奉献。起立。请坐。消息报告：第一点，台湾新学院倒学一年刘碧马同学为今仔日到本教会见习，欢迎。第二点，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举行中集会，请中集参加。第三点，今仔日下晡2点要召开建动委员会，请顾问甲委员参加。第四点，为着环保的考量，2025年和会手册要用电子版来代替纸本的，请伫1楼公布栏登记，也是甲小会书记、扎心长老，也是牧师来讲登记到今仔日早止。第五点，小会定2月23日上午9点半举行圣餐并召开好会，当日为联合礼拜。会员名单公布伫公布栏，若有错误也是漏交的，请甲小会书记、扎心长老无法做参加的，会爱事先来请假。第六点，双年大学2月14日上午10点要举行返校日的活动，邀请松山健康中心的营养师来讲代谢症候群的防治。集体关怀第一点，叶兆荣兄弟1月26日，王子温调店2月12日上午10点，要伫第2殡仪馆景仰楼至善寺厅举行告别礼拜。
随后要前往平安园举行安葬礼拜，请为遗族代祷。第二点，白武汉长老娘1月31日蒙主温调，定2月14日下晡12点半，要伫第2殡仪馆景阳楼至善餐厅举行告别礼拜，请为遗族祈祷。第三点，林春雅长老娘也是陈敬仁长老娘，甲林美妙姊妹的母亲蔡满惠长老娘，伫2月5日蒙主温调，定2月15日拜六要伫平湖举行告别礼拜，请为遗族祈祷。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即时来请教育组卫训长老来分即个咱伫过去这几年有抄写圣经完成的人的礼物。这是代表教育组来颁奖，咱恭喜遮个兄弟姊妹有完成咱手抄圣经、用手抄圣经的这个部分吼。咱完成新旧约、新约，总共有5本的，有以下兄弟姊妹，请念着的咱来头前，等一个颁发礼物互恁吼。第一个是美玲牧师，郑妹、佑春姐、谢盛燕兄、蔡顺芬长老、高信昭姐、薛雅长老、秀梅姐、江林丑姐，咱来头前。这9个是完成几本的新旧约，我是讲圣经啦，几本的圣经吼。佫有完成新约的有陈慧珍姐嘛，才来头前。完成旧约甲摩西五经的有周明礼兄甲杨义香周明礼姐甲杨义香长老。哦，足重的哦，嘿，嘿，抄写圣经真正真有意思吼，因为过去咱可能爱读过咯，忽略真侪细节。抄写圣经吼，会当帮助你搁一届看遐个细节。所以即马教育组嘛，搁一届要邀请咱大家来抄写圣经。所以咱若以后要抄写遮个圣经，会当甲卫生长老登记吼，会当搁一届来抄写。好，安尼咱即时咱来公道。咱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宣教师祈祷，咱为着建堂的事工，嘛为着身躯欠安的遮兄弟姊妹，互咱陈其雄长老伫拜一要出院啊，互咱嘛真欢喜。咱嘛为着道明兄来欢喜，因为伤嘛已经出院啊，恳求主来保守。咱嘛为着身躯欠安的遮兄弟姊妹，玉婷、佑春姐、林水长老、阿卡姐、公基姐、方梅姐、丁友兄、明珠姐、俊成兄、素梅姐、姨里、明理姐、阿菊姐、郭元兄来祈祷。咱嘛为着真侪失去因至亲的遮兄弟姊妹的心来祈祷，求主安慰。咱开嘴来为着遮个事来祈祷。主啊，当阮彼此代祷，你就互阮感受到你来对你来疼，甲兄弟姊妹中间的疼。主，阮为着兄弟姊妹失去至亲呢来祈祷。
主恳求你安慰因的心，帮助因，扶持因，互因会当伫悲伤中间看见愿望。主，阮也为着身躯欠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你也医治看顾，互因会恢复健康，也保守因厝内人会当领受平安。我嘛为着教会中间心灵艰苦软弱的兄弟姊妹祈祷。阮有侪事无法度讲出来，总是主你拢体会，你拢知影，就恳求主你的安慰临到。阮也为着教会内面，阮的遮事工来祈祷。阮有侪事工拢咧进行，恳求你帮助，无论是对外吸引人来就近你的，也是内部阮家己信仰的起造，互阮拢会当对遮的事工来领受搁较侪的快乐，搁较认捌你。阮也为着真侪的遮的宣教师伫外地伫遐宣扬福音来祈祷，恳求你保守因、看顾因，互因伫无共款的所在，拢会当得到上主你的引带甲带领。阮也为着世界、阮的国家来祈祷，主看见即个局势，看见世界的乱象，互阮真烦恼。总是主，互阮仰望你，就亲像以赛亚所看见的，主坐伫悬悬的宝座。阮相信你永远的掌权，世界改变，但是主你无改变，就恳求你，互阮会当见着你，认真来敲找你。阮将兄弟姊妹交伫主你的手里，特别即个寒天非常寒，主恳求你保守，互阮有臃肿的身躯，伫阮的工作、伫阮的学业顶面、伫阮家庭的生活方面，拢会当为主做好的见证。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此时来吟圣诗396首，圣诗396首，吟诗了后，请陈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